继续来看这个台积电开过法人说明会了后，带动股市的股票冲击的观点。根据着证券交易所上届新的统计，台积电的董事长魏铁家等10位高阶的主管，拢有超过1000张，甚至是1万张的股票。随着这个股票飙起，伊嘛变做身价破10亿的大好野人。 创办人张忠谋和太太张淑芬出现在台积电运动会，观光欢迎高站主管马龙在场。我自己等了26年才能够站在这里。 魏铁家将做台积电新任董座，换盘台积电未来景象。迄10月2日收盘计算，个人身价168.7亿。不过，伫咧这间公司只是排名第3，排头名是台积电团结推手80岁台积电政府党现任董事张焕成，身价超过300亿。担任驻安长的资深副总林金坤，深经台积电36年，身价136亿。资深副总陈金 派和何连辉买去超过4,000的持股，身价伫咧50亿口头。这回伊嘛同款来到运动会和台积电的员工同齐庆祝。There's earthquake, for example, earthquake. I think all our engineer knows need to go back to the company soon. Doesn't matter what time it is, if it's midnight. They will come back. 前一阵啊，地震一直发生，有大总管之称的何立辉，这一席的工程师对地震的应对措施备受媒体关注。不过，其实公司对资深主管因的持股比重有关，在科技业早就实施真久。一个员工经过了很多年在这家公司的奋斗跟努力，逐渐的把他的持股比重越来越拉高。前10名持股的这些高阶主管，他们的持股身价暴涨到了10亿以上。 我认为都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专家分析，单纯以薪水做比较标准，台湾可能比不过美国。想要留优秀人才和员工持股，就是一大间远。以台积电的例来看，这可是和深耕公司的高阶主管，落地探爸爸，行路够风。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